高雄基丁国中有一位国文老师叶廷允，伊拢用全台语上国文课。那教囡仔用台语念古文，有的时阵呢，也会弹吉他，带囡仔唱台语歌。因为伊也是一位伫咧夜市唱歌的街头艺人。叶廷允伊是希望讲，优调一日的台语会当成做大家基本能力，毋是特殊的才艺。前为止啦就全台湾咧看介生伫国中阶段，可能拄啊有法度用台语来教国文啦吼。用上认真的台语讲出上自信的话。80年厝的叶丁允，即阵伫基丁国中教国文，将一篇一篇的古文教囡仔用台语读出来，是伊的本领，也是伊的骄傲。伊自9年前就开始全台语上国文课。伊讲，因为细汉时老师捌讲过，台语是汉语的古音，咱的同时都会当用台语读，但是老师却念不出来。这件代志，就正做其教册了后的一个使命。会得做的，毋是教台语这件代志，是用台语教因各种的知识。所以讲，教台语就毋是干那台语老师，应该是所有的人的工课。吉他舞咧，伫各大活动也是夜市啊，哪弹哪唱。除了做老师，叶丁允嘛是一位街头艺人，艺名叫做路边食艺人。有时阵伊上课嘛用唱歌的方式，带囡仔学唱台语歌，用上轻松的方式去向囡仔学讲台语。咱就对着流行的物件啦吼，安尼会当介好引起囡仔的动机。然后咱可能爱对即个歌词啦，和音、读音，爱介用心，爱介要求。去叫囡仔读好对，安尼做这个活动较是有意义。来，不闻其土声。最近接受高雄市立图书馆邀请办讲座，叶丁允甲观众一字一句用台语读无难诗。叶丁允望有一天台语会当成做大家基本能力，互讲台语这件代志，就亲像伫路边食一碗薏仁汤，遐尔轻松简单。记者郭家族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